它其實就是一個就像我之前經常會想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說，我們就是知道自己的根在哪裡的時候，然後你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的時候，你對於未來會更加的勇敢，會就是勇敢。你假使你去個定義黑馬啥，你馬啥你才不會，你去個我點個勇敢，對，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。我多講一些嘛，就是你知道你是誰呀，這件事情很有人領悟到哎。其實，常常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要做自己，但本來我們就在做自己啊。但，我就是在做媒體，然後在做客家語言文化傳承，就是這件事情。還採訪的時候，採訪了很多人，然後接觸到越來越多人的時候，然後才發現說，在這個認識自己的根，就是阿公阿婆不愛高不愛給你那套文法，然後再從這些人，然後還有採訪經驗的時候，才發現說，原來他就是我的根，然後我就越來越發現認識自己，才發現說，我採訪的這個人跟我有很多的相同的生活經驗，然後雖然我們也講的都是客家話，雖然不同的腔調，但我們發現說，我透過這個相同的語言文化，我認識了更好的對方，然後更好的語言文化，然後拓展開來很多的新的視野，我才發現說，其實這個就是在做自己，就是因為我在講我喜歡的語言文化，然後我更加的認識我自己的根是什麼，然後就覺得，那我像我在原文會的時候，我就認識了很多的外國人，就是原住民的朋友這些，就發現說，我好像更像一個開放心胸的海綿，可以去吸收更多的事情，因為我一直沒有忘記說我的根在哪裡，我是誰，